各位網友、各位觀眾、各位讀者，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毓民踢爆。嗱，今日同聽日一連兩集呢，我都會踢爆呢個泛民主派黑金政治。泛民主派嘅所謂黑金政治呢，點解叫黑金政治呢？呢個黑呢，就係話你啲錢唔見得光，唔見得光嘅意思就係你收咗人哋嘅所謂嘅政治捐款或者政治捐獻，你又冇去申報。唔係，仲有俾錢嗰個人係咪？係俾人踢爆咗先至係話係啊，我有啊。咁但係我點解話俾你哋聽啫？我同我老婆瞓覺唔通要話俾你聽咩？嗱，所有從政嘅人都必須要知道，你要比白更潔白，係咪？你係受選民付託嘅，如果選出嚟嗰啲議員，特別係泛民主派，長期企喺一個道德高地度，係嘛？不能夠有口話人就冇口話自己，係嘛？嗱，黎智英已經唔係第一次被揭發咧，佢係泛民主派嘅金主。嗱，今次咧呢一個咁嘅資料咧，就顯示佢過去2年咧，年幾2年咧，總共咧就捐咗4000萬，就俾呢個泛民主派嘅政團同埋呢一個立法會議員啊，幾乎係派勻，好似派片咁啊，派漏咗嗰個就係人民力量。咁大概黎智英仲係以為人民力量係黃毓民仲喺度揸緊 fit 嘅，係咪？咁佢同我就係死敵嚟㗎啦，係咪？咁所以咧就真係人力咧就可能不幸啲啦，嚇就攞唔到佢啲錢，係嘛？如果有得俾，都係會收嘅，係咪？喂，不分激進派、溫和派，人人有份，長毛都攞100萬，係嘛？仲係個人名義，係嘛？講起長毛攞呢100萬咧，我又諗起喺2011年啊，呢個 Fox 即係將呢個所謂黎智英一啲電腦嘅資料咧就泄露咗出嚟，係嘛？陶君行喺2010年就攞咗黎智英200萬。嗱，小弟當年仲係呢個社民聯嘅主席，係被蒙在鼓裏，係咪？我記得喺5區公投期間，2010年，我同呢個陶君行、梁國雄、陳偉業講得好清楚，係咪？5區公投我哋接受呢個政治捐獻去推動5區公投，但係有一個人嘅錢就萬萬不能要，嗰個就叫黎智英，係咪？開會講得清清楚楚，但係呢個陶君行同梁國雄咧，就喺挪威同呢個黎智英見面，後來就出現黎智英就俾咗200萬陶君行，支票抬頭係寫呢個陶君行嘅，係嘛？當然陶君行唔係議員，冇所謂，咁亦都觸發起，我就因為咁咧就離開呢個社民連啦，係咪？嗱，呢一段故事一定要講，即係話你激進派佢都係要收買，對於我個人嚟講就係，喂，佢收買激進派，亦都係為咗踢走我，係嘛？收買泛民主派，又等泛民主派嚟揼我，係嘛？咁我即係覺得呢個與有榮焉啦，係咪？同呢個咁嘅肥佬黎、淫賤黎，即係抗爭咗10幾年，係嘛？今時今日真相大白，佢就係泛民嘅金主嚟㗎嘛，係咪？但係你泛民主派呢一班人，過去20年爭取民主毫無寸進，係嘛？肥佬黎係利用你呢班人，係嘛？作為一個工具，要達到佢自己個人嘅目的或者不可告人嘅目的，就只有佢知道，係嘛？佢就覺得，我做我自己認為啱嘅嘢啫，我用我嘅錢，係嘛？咁啊，做一啲對社會有益。嗱，呢個所謂泛民主派過去呢20年做嘅嘢，係咪對社會有益咧？就真係公眾咧，就自然會有一個公正嘅評價。小弟過去呢幾年就不斷踢爆呢啲偽民主派嘅嘴臉，係咪？香港嘅民主搞到今時今日毫無寸進，呢一班泛民主派咧要負最大嘅責任，係咪？亦都因為我去踢爆呢個泛民主派，就受到呢個泛民主派鋪天蓋地嘅攻擊，係咪？肥佬黎嘅壹傳媒不斷去抹黑我，係嘛？咁都冇所謂。我哋老實講啊，4面受敵，8面威風，不怕孤立，才可獨立。個人嘅得失唔重要，但係對成個香港嘅大局，你呢一個咁嘅淫賤黎，係嘛？搞黃色新聞，悔盜悔淫，係嘛？為咗登一個封面，搞到人哋家散人亡，就為咗賣多幾百本、幾千本。即係呢種人咧，就應該係落地獄嘅。理論上嚟講，你信天主教都冇用嘅，係咪？好似喺今次呢件事，有啲所謂臭蟲論，有啲人話：喂，共產黨啊，或者中資機構夠有捐錢
俾呢一個即係民建聯啦，係嘛？民建聯嗰晚籌款1晚就籌6000萬啦，肥佬黎俾晒呢啲民主派嘅人都係得4000萬啫，你年齡呢啲叫做臭蟲論。咩叫臭蟲論啊？好清楚，喂，你自己衰，跟住又揾個同你一樣咁衰嘅，或者衰過你嘅，或者冇你咁樣衰嘅攞嚟相提並論。但係如果你單獨係講民建聯嗰晚籌款籌6000幾萬，人哋係攤開晒條數俾你睇嘅喎。張曉明寫幅字，咁啊佢有錢佬俾幾多錢，係嘛？喂，拍埋一支紅酒幾多錢，好清楚嘅喎。但係你肥佬黎俾呢幾千萬，喂，嗰個係一個黑箱嚟嘅喎，係俾人揭咗之後，咁你肥佬黎就話係啊，我認啊，因為我電腦俾人 hack 咗嘛，咁係咪？講呢啲係咪？但係呢個咧已經係好不堪嘅啦。但係最不堪咧，亦都係呢啲咁嘅立法會議員或者泛民嘅政團，係咪？即係。所謂吃人嘴軟，拿人手短，泛民主派接受呢個黎智英嘅捐款，咁如果話佢唔會對呢個金主投桃報李，咁老實講3歲僆仔都唔會信啦。即係我做立法會議員，我記得不久之前喺立法會有一個所謂新聞自由嘅呢一個提案維護新聞自由嘅提議呢個議案，咁其實每一年都有嘅，啲泛民主派嘅議員。不約而同攞呢個即係肥佬黎嗰張報紙俾人抽廣告嚟講，係咪？喂，但係佢冇去申報，原來佢攞過肥佬黎錢嘅，係咪？喺呢一個咁嘅議題上邊，喂，你有利益衝突嘅，係咪？所有嘅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當你投票或者發言嘅時候，嗰個議案你有直接或者間接嘅金錢利益，你就必須要申報嘅。你有冇去申報？係咪？我又試過有一次喺啲事務委員會裏邊，因為即係對上一次踢爆肥佬黎捐錢俾公民黨、民主黨嘅時候，我就已經喺個事務委員會話俾佢哋聽，嗱，你邊個收肥佬黎錢嘅，就唔該你申報，因為今日講呢個議題咧係同一傳媒有關嘅，係咪？喺呢個立法會裏邊，劉慧卿又好，毛孟靜又好，兩個係誓死捍衛呢個新聞自由嘅，擺出一副咁嘅姿態，亦都係誓死捍衛黎智英嘅一傳媒，係咪？大家都有眼見，所以民主黨攞黎智英好多錢嘅，咪大家亦都係即係其實心知肚明嘅啦，已經係咪？你見黎智英得閒就喂李柱銘啊、李永達啊，係咪？何俊仁咧就去佢屋企食飯嘅，係咪？咁當然啦，你傳媒大亨同呢啲即係民主派嘅人交往我哋係無權置喙。但係我想講，今次揭發嘅即係幾位議員梁家傑、梁國雄、李卓人係嘛？即係佢哋接受呢個黎智英嘅即係個數額都唔係細嘅嗰個咁嘅所謂捐款但係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佢冇根據議事規則做呢個利益申報，仲有個毛孟靜、涂謹申一人攞50萬萬，但係佢而家唔認，係咪？嗱，我即係琴日咧就睇到黎智英喺佢嗰個網台節目度咧，同阿李慧玲講咁呢兩個都有收錢，咁就好似係選舉經費嚟㗎。咁總結，如果係選舉經費，你就要申報添啦。當時選舉過後，咁大家可以睇下喺選舉即係佢哋申報個選舉經費嗰度有冇即係申報呢一筆係黎智英捐俾佢哋選舉嘅，係咪？當然佢又可以移形換影嘅，嗰啲錢俾咗個黨，咁個黨就再俾翻佢，咁都得嘅，係咪？嗱，呢啲咧就係話你會變成你完全呢班議員係毫無公信力嘅，大佬。政治捐獻有咩問題啫？我都覺得冇問題嘅，全世界都有㗎啦。但係人哋有政黨法，有政治捐獻法，受法律嘅規範。香港就冇，所有嘅政黨嘅收入來源咧，佢係唔需要話俾你聽嘅。但係政黨嘅收入來源唔需要話俾你聽，因為香港冇政黨法，好多政黨係用有限公司註冊嘅，包括民建聯、包括民主黨、公民黨都係有限公司嚟嘅。咁佢商業運作，咁你吹佢唔漲係嘛？就係因為呢個係法例嘅漏洞。你既然有選舉政治，你就一定要有政黨法係咪？香港冇。好啦。對政黨嘅規範，你係冇法可依，但係對議員嘅規範有啦啩？你要申報噶嘛，係咪？點解你梁國雄攞100萬冇申報咧？係咪？點解你涂謹申攞50萬冇申報咧？點解你毛孟靜攞50萬冇申報咧？點解你李卓人攞150萬冇申報咧？係咪？
你要申報噶嘛，係咪？喺呢個即係議事規則裏邊同埋議員嗰個利益，即係嗰個操守嗰個委員會裏邊係有規定噶嘛。好簡單，我做立法會議員，我每個月咧都會搞啲生日會，揾人贊助，現金嘅贊助。啲老友，喂，我擺10幾圍，請啲老人家食飯，5000、8000、1萬，我全部喺個立法會嗰個利益申報嘅表格裏邊填晒嘅，咁啊，你一定要申報噶嘛。如果選舉根據選舉舞弊條例，喂，你超過1000蚊嘅選舉捐獻，你就要申報，係嘛？所以當然而家究竟法律即可唔可以對呢啲即係收取黎智英呢啲捐獻嘅人即係可以有啲咩規範咧？咁啊真係要等 ICAC 查下先知啦。不過根據立法會嘅即係議事規則，係嘛？理論上佢哋就一定係要申報嘅。咁但係你唔申報，咁啊大家就喺個道德上邊即係去譴責佢咯，係咪？泛民主派同黎智英嘅關係其實都眾所周知嘅。小弟過去咁多年都係踢爆呢個黎智英同泛民主派嘅關係，係嘛？佢嗰張報紙係全力為呢個民主黨護航，係嘛？黎智英喺2012年立法會選舉，喺選舉前3日喺《蘋果日報》寫一篇好長文章。嗰個文章嘅內容叫自由，個文章嘅標題叫自由的分水嶺，大部分嘅內容就係抹黑小弟。佢話我收共產黨錢去懟呢個民主黨，係嘛？懟民主派，係嘛？咁咧即係我就榮華富貴啦。咁啊你告佢又唔夠佢錢多，係咪？去 ICAC 投訴 ，ICAC 係怕佢傳媒太亨，唔根據選舉舞弊條例去立案調查，係嘛？即係你去抹黑人。話我哋收共產黨錢冇證冇據，你泛民主派收佢嘅錢有單有據，係嘛？仲要俾人踢爆出嚟，死狗咁。嗱，泛民主派嗰啲政黨或者議員嘅回應係非常之可恥嘅。我哋收呢啲政治捐獻咧就冇附帶條件嘅。喂，呢個真係天知道啦，係咪？正如頭先我講嗰句，係咪？呢個喂吃人就嘴軟拿人手短啊嘛，係咪？喂，你攞咗人哋錢，有咩叫你幫手嘅時候，你唔會幫手啊？係咪？所以喺立法會咪出現咁嘅情況咯。即係所以呢一班泛民主派，即係攞黎智英錢嘅呢班泛民主派極為可恥。點解我話佢係黑金政治咧？係咪？呢個黑金政治同台灣嗰個有少少唔同。呢個黑嘅就係你攞咗錢，你冇申報，你係喺個即係唔喺陽光底下嘅，係嘛？咁咪黑咯，係咪？嗰個唔係政治捐獻嚟嘅，嚴格嚟講，係咪？你係佢條僆嚟嘅啫嘛，係嘛？成個泛民主派就係俾呢個黎智英一個人所操控，不但止操控呢個泛民主派，而家啲立法會嘅嗰啲政黨，係咪？連嗰個民主阿伯、民主阿婆一樣有錢收，係嘛？李柱銘、陳方安生都有錢收，係咪？佢又唔係政治人物啦，係咪？過氣啦，一樣有錢收。黎智英嘅解釋就係，陳方安生都有當嘢啊，係咪？係咪？有個所謂2020咧，對香港政治指手畫腳啦，係嘛？即係呢兩位所謂民主阿伯、民主阿婆，年齡與智慧成反比，係嘛？最近去英國、去美國，乞凌於外國勢力，係嘛？即係我成日講，自己香港自己救，係嘛？我哋係拒絕任何嘅外力干預，包括來自中國大陸，係嘛？英美勢力同埋中國大陸嘅勢力，我哋都當佢係外部勢力。香港民主要靠香港人自己去抗爭，自己去爭取，自己香港自己救，係咪？即係近呢10幾20年，香港搞到咁，係咪？呢一個肥佬黎同埋泛民主派要負絕對嘅責任，係咪？我哋呢啲所謂激進派，經常俾佢打擊，係嘛？抹黑，係嘛？即係李柱銘有個即係佢有個回應係非常之可笑嘅，係咪？咁啊，即係民建聯夠收大陸錢啦，咁唔通要聽大陸講啊？哇，呢個係事實嚟噶嘛？答案就正正就係咁啊！你唔係話佢收大陸錢要聽大陸講嘅咩？係咪？而家點解你會咁樣問人咧？係咪？所以即係今時今日係嘛？
呢一個即係政治咧係陰鬱齷齪，係咪啊？因為呢班泛民主派已經冇任何道德可言，係咪？我成日講政治捐獻唔係問題，係咪啊？你要申報噶嘛，係咪？你唔可以話哦，政黨唔使申報，咁啊大家都喺度扮懵，要俾人揭發咗之後，跟住個回應幾醜怪咧。但係咧，即係有啲人話，下次選舉就俾人搞佢，制裁佢。嗱，你同我定啦，因為泛民主派好多選民咧都係港豬嚟嘅，一樣。泛民主派好多選民同而家走去簽嗰啲反佔中嗰啲一樣係港豬，所以香港基本上咧係冇得救嘅，係咪？即係如果你靠呢一班人就死得啦，所以自己香港就自己救，拒絕任何外力嘅干預，係咪？拒絕呢一個所謂即係政客啊，即係同埋呢啲咁嘅所謂商人嘅勾結，政商勾結嚟破壞香港。